怪我，快本日拍记录生命的一日。大盘路高公路机气势真正有够赞理想 ，FB 阮少年内容 YT 斗阵拼流量。传统的文化离阮的街头绝对袂断线。有小下3年拍甲7马就算嘛袂认输。诚心拜托神明，予阮保庇一路冲啊！拍脚啦！街头。